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聽 Jenny Baby 睡眠電台，一個令你同埋 BB 都瞓得好嘅頻道。我係 Jenny，你專屬嘅嬰兒睡眠顧問。BB 睡過夜嘅7大迷思，你中咗幾多個呢？你有冇試過呢啲方法，希望令到 BB 瞓過夜呢？夜晚要俾 BB 食到好飽嘅，咁樣先會瞓得耐。俾 BB 喊一喊，佢就會識得自己瞓過夜噶啦。日頭唔好俾 BB 瞓咁多，如果唔係夜晚就瞓得唔好。但係結果呢？BB 都仲係半夜醒咗，你同你嘅另一半每日都係戴住個黑眼圈返工，你開始懷疑到底係邊一度做錯咗呢？其實呢啲令到 BB 瞓過夜嘅方法好多都係迷思。今日我要揭露7個爹地媽咪最常犯嘅錯，而有一啲係90% 嘅人都會中，但係你而家改變呢，仲嚟得切。迷思1：夜晚要俾 BB 食到超飽，咁樣半夜先唔會餓醒。錯啦，其實 BB 食到咁飽呢，可能會腸胃不適、脹氣，反而仲更加容易醒。正確嘅做法呢，就係夜晚唔好過量餵，但係日頭嘅奶量要提高，等 BB 日頭攝取足夠嘅熱量，夜晚先至會自然瞓得耐。迷思2：日頭唔好俾 BB 瞓咁多，如果唔係夜晚就瞓唔着噶啦。錯，日頭呢，睡眠不足 ，BB 就會過度疲累。晚上更加容易驚醒哭鬧。正確嘅做法呢，就係日頭呢就要俾佢瞓嘅，但係就要控制清醒時間。唔同月齡嘅 BB 有唔同嘅清醒時間，你可以留言問我。目的呢係要令 BB 進入良性嘅睡眠循環。迷思3：瞓覺之前要搖晃拍背 BB 咁樣先會瞓得好。錯啦，咁樣呢就會令到 BB 產生睡眠依賴。當佢半夜醒嘅時候呢，你就需要再拍一次，再搖一次。正確嘅做法就係要等 BB 學識自己入睡，係一個獨立嘅入睡訓練，降低對於 BB 外部幫助嘅依賴。迷思4： BB 半夜醒咗一定要餵奶。錯啦，如果 BB 係超過6個月嘅話，而且體重正常，佢半夜醒咗唔一定係肚餓，可能只係睡眠週期嘅轉換。正確嘅方法就係，如果唔係餓醒嘅話呢，就用非餵奶嘅方式安撫佢，幫助佢重新入睡。迷思5：睡前沖熱水涼 ，BB 就一定會瞓得更加好。咁未必嘅，有啲 BB 沖涼之後會變得更加興奮，更加難入睡。正確嘅方法呢，就係測試下你嘅 BB 係沖涼助眠型，定係沖涼興奮型。如果洗完仲更加嗨嘅話呢，就要改成日頭沖涼啦。迷思6：喊一喊就自己會瞓過夜噶啦，超級錯。Cry it out 係好差嘅睡眠訓練方法，可能會令佢更加焦慮，影響親子嘅依附關係。正確嘅做法呢，就係如果想令到 BB 學識自行入睡，有好多溫和嘅睡眠訓練方法，而唔係由得佢喊。Jenny 嘅14晚自行入睡課程有更多更好嘅方法，你可以去 IG 嗰度問我。迷思7： BB 瞓覺嘅房間要完全安靜。錯啦，完全冇聲嘅環境呢，反而會令到 BB 變得過度敏感，任何細嘅聲音呢，都會令到佢容易驚醒。正確嘅做法就係使用白噪音、模擬子宮嘅環境，令到 BB 更容易進入深度睡眠。呢7個迷思裏面，你中咗幾多個呢？如果你嘅 BB 仲未瞓過夜，請你記住呢3個關鍵嘅步驟。第一，日頭呢要俾佢瞓，但係唔好過累，規律作息呢係好重要嘅。第二，要幫助 BB 學識自己入睡，降低夜間醒來嘅次數。第三，唔好再用錯誤嘅方式影響 BB 嘅睡眠。當你改變咗方法之後呢，你就會發現 BB 瞓得更加好，爹地媽咪嘅生活呢亦都更加輕鬆啦。留言話俾我知，你嘅 BB 而家幾多個月，夜晚醒幾多次呢？如果你對 BB 嘅睡眠又或者以上嘅內容有任何問題，自行入睡課程嘅同學可以直接 Line 或者 Telegram 我比較快。其他嘅讀者請留言，我全部都會回覆。想學習完整嘅14晚自行入睡計劃同埋小睡訓練，並且獲得2年內無限1對1諮詢，點擊描述欄嘅網頁，睇下免費課程嘅試看部分，你將會揾到幫助全家安睡嘅方法。祝你同埋 BB 都能夠瞓個好覺。Baby, just close your eyes. Stars are dancing in the skies. Mommy, Jenny's here with you. Dreams so lovely, dreams so